最早在中部地区兴起的大家乐赌风，由于它号称中奖率高，而迅速的在民间蔓延。据说这起歪风目前已经吹遍全省南北，大约有300万民众或多或少的下注参与。1986年3月24日，构成绑架行为的大家乐遭受警方的处理，但是业者由公开化转为地下化，颠倒增加警察破案的难度。大家乐风行嘛，连带影响到爱国奖券的买起。现在这个爱国奖券呢，这个开奖的整个作业都是非常的复杂，还要抽出几10个号码。学者指出，爱国奖券要有改革，才会当恢复大众对于原本的兴趣。2002年3月24日，全国第一座电扶梯天桥正式启用，这做台北市上新的地标。现在带小孩子这样很好，很方便。当时台北市长马英九来剪彩，兑现市政白皮书和市民的承诺。这项有11项安全装置天桥，让老人甲囡仔交通环境更加安全方便。